好，咱对1648年7月23，1648年7月23，暑时的天气，恬静无风。稍等下。早起将水跌到的迄只篷船，由真侪舢板甲其他的船只拖入海上，并且约了伫中昼顺利来遮入港。则有105个新仔人甲5个港男的妇女，载来赫姆鲁下800担的胡椒、130担的树木、5担5又搁3%担的麝、1000捆的藤、5担的蜡、5担的木香，甲10担的棉花。毋知啥物叫做木香、木香吼。有一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坐15个新仔人，载有12担藤、140担胡椒、600担麝，甲9担的丁香。中尉 Hans Peter Gfelitz 搁再出发前往嘉业，和以前数摆相像，要去调查是毋是已经有可能去互迄只失事的船 Junk 号顶头所存落来银甲铜。7月24，好天透北风，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87个人。就是有一只篷船来自西南沿海，载来25锭黄金、2包空眼布甲40包麻布。2只篷船来自片湖，载来6只牛甲喙石；一只篷船来自南坎，载来300领鹿皮、50担鹿肉甲140斤鹿筋；有一只篷船来自德灿，载来60担的鹿仔肉、700领鹿皮、40领山羊皮甲一担的鹿腿。也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35个人。早期的赫姆鲁下49担的鹿仔肉、4担的蚵仔、12担的鱼干、1担虾仔、5担糖水、35担胡椒，甲8道家己要食用的米。7月25、26、27，炎热晴朗的天气，风大部分是对西南方吹来。有5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43人，载来赫姆鲁下271个铁蛙、15锭黄金、2万岛虾、50包薰草、11匹的天鹅绒、140箱面膜、49担的面环、3包空眼布、1箱金线，甲10篮的咸酸甜哦，蜜饯吼。蜜饯叫咸酸甜啦吼。来，这敢若较早过啦吼。蜜饯，各种无共的蜜饯的叫法吼。冬瓜料、直仔卡，这我拢捌听过呢。四徛直，直就是直仔吼，直仔啦吼。油仔糖、虎头柑，虎头柑嘛是蜜饯哦。虎头柑白点面，虎头柑大曼，
虎头柑和蜜饯有啥物关系啊？真正安尼写呢？哦，我印象中虎头柑就是足大粒的迄种柑啊，但是敢若听讲无好食啦吼。虎头柑白点面，就是恁妈讲歹人，即啦丑妇献丑啦，这个台语是要安怎念？虎头柑大办，无顾身份去献丑吼。做蜜雕，内底就是无咸酸甜。好，这是蜜饯吼，来我直接查这个音，咸酸。后壁用 wildcard， 咸酸甜吼。就是咸味、酸味、甜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讲鲜盐，或者是砂糖的果物的总称，吼，就是我对头讲的这个蜜饯，吼。好倒转来第几只？要4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97个人，再去下日的好物，14担藤，31担胡椒，1担辣，21担糖水，1担咸鱼，1担沙鱼油，甲24刀家己要吃用的米。要一只胖船航往北平的淡水，坐11个人，再有3篮的空眼布，3篮的薰草，2包印花布，10篮的乌糖，甲2袋要家己食用的米。要划中岛的时阵，看见一只船对南方海上航来。入夜的时阵，就已经来到港外适当的停船的所在来停。今仔日也伫个法务议会呢无闲。今仔日收到北平的淡水对陆路送来一张批，数期是本国月8号。将历来自该处的主管知影讲，伫个本国月5号暗时，迄个地区透起非常强烈的东北东风。地cầu公司伫个淡水大部分的厝，以及伫个龟人岛的中间的厝，拢被扯扁去。甚至迄个碉堡的厝顶也将有对顶面落落来的危险。金包里也全车拢去互风吹走，而且淡水河甲武橹湾河的河水涨悬泛滥，造成流作真大的损害，因此迄个地区现在处伫个非常困迫的状况。7月啦即种风7月，即嘛7月25，伊讲当时7月5号发生的嘛应该风台啦迄个年代无风台即个事啦。荷兰人无风台，袂晓用风台即个事，无即个事啦7月28，舒适的天气，透南风，约落伫个中岛，伫个港外迄只船顺利入港来，即个城堡的头前停船俄罗上帝是边队船 Witvalk 号，伫个6月30对东京出航，载有68413毫吨，要送去日本的货物。自上设上有员 Philips Schillemans 和 Anthony van Broekhorst 的批，阮来知影讲，公司伫个该国的状况依然良好，放出去的贷款已经大部分拢有收回，全部的资金拢已经用来咧收买4甲41个布料。今年的正月初7，有一只船对海南岛去东京，讲Tatar 达人Tatar， 这就是讲迄个应该是迄个满洲人啦
完清了吼。讲即个塔塔带领5000个这个剃发的西那人，即个剃咧我查一下吼。当然剃我是照迄个音转的，可能毋是安尼读，我查一下即字，读做剃吼，剃发吼，剃是除草啊，或者是剃吼，拄则讲剃头，我当然是因是照这个剃头讲吼，但是读剃吼。剃囡仔的头，剃头就是剃啦吼，剃发吼。好，咱转来日志写讲，塔塔人带领5000个剃发的西那人吼。下底注考写讲，规顺满洲人的人，必须要甲头毛的前半部剃掉，后面那编一条即个辫子啦吼，辫子是读做辫，我煞袂晓读呢。辫读做辫吼，辫还是辫吼？辫吼，辫头章哦，这是辫头章。好，辫啊，吼 ，OK， 好。另外我来查一个啊，大理大书典，我看下大理大书典有啥物特别的用词无？编头章就是拄则讲的绑辫子，吼，就是编辫子，吼，编头章。头章啊，头章尾。头章尾头章啊，吼，哦 ，OK， 好，所以就是辫子是头章尾头章啊，吼。OK， 咱转来日志遮吼，讲伊的注脚是安尼写，讲规顺满洲人的人必须甲头毛的前半部剃掉，后壁编一条头章尾吼。啊，即遮讲今年正月7号有一只船对海南岛去东京吼，讲塔塔人带领5000个剃发的西那人吼，即嘛时代改变了吼，西那人即嘛爱留头章尾啊吼。我咧想啥物？我咧想讲，为什物西那人有即种遮尔大诶即个自信吼？讲啊，我即个文化3、4千年吼，讲碰到5000年吼，啊，啥物？我毋知啦，迄书你拢会记诶？啥物？源流长啊，啥物吼，一堆啦吼。但是实际上，整个伫西那地区吼，迄个改条换道吼，换代吼，其实是国家忙过一遍吼。像即嘛即当中嘛是嘛吼，国家忙去了后，大明其实嘛无啥物好通怀念的咯，讲实在吼。
台明政府其实嘛毋是一个好政府啊，所以大清退换了后，是哪人大家开始闹头章吼，佮改变，佮变做另外一国的人。我意思是讲，为什么有遐尼大即个民族自信？讲甲家己若敢若什么？比如讲四大文明古国啊，唯一一个对即个5000年来，佮伫，其实已经亡国一遍，佮一遍个。当然，即嘛，比如讲即嘛埃及人，可能已经毋是7、8千年埃及人吼，是无毋对啦。好啦 ，OK， 咱继续讲，继续看日志吼。其中有300个塔塔尔人坐110只篷船去该岛，并且已经征服该岛，即个海南岛。真侪居民拢已经归顺塔塔尔人。有4只篷船对西纳沿海来遮入港，坐183个查甫甲4个查某人，再来赫姆鲁哈1500岛遐6顶黄金，140道的空眼布，150道的抹布，4篮的天鹅绒，1篮的红色花翎，甲3担做画底的即个泥婆吼。过来七个最后一篇。7月29、30、31，风甲天气犹原像以早吼，有8只篷船对西纳沿海来遮靠岸，合计坐184个人，再来下日的好姆，34顶黄金，15担的盐，6匹的天鹅绒，100担的棉环，12捆的粗纸，140道空眼布，4篮棉帽，2担做画底的泥婆，甲3道的小肉豆裤，也有2只篷船来自打狗，坐19个人，再有70片茶网，160担茶，甲22担咸鱼。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上述的打狗，坐18个西纳人，再有10担盐、2罐阿拉酒，甲4道要家己食用的米。也有一只高野船航往芒港，坐11个人。再去2篮薰草、2篮空眼布、10罐阿拉酒、10担盐，甲5道要家己食用的米。也有2只篷船航往北边的淡水，坐38个西纳人，再有下日的好姆，30篮的乌糖、300包薰草、35道空眼布、6罐阿拉酒、10斤茴香、12双荷兰的鞋仔、17层的面泡，甲8捆旋蚵。大概敢讲床，甲讲17领面泡啦吼。8捆的旋蚵。今仔日收到一个名叫做 John Clarkson Clark 所寄来一张批吼。伫此地听讲伊是快艇 Lupar 号的下属商务员吼。伊所寄来一张批，伊对避难经由陆路前来，已经来到摩里马伦社。批里甲阮讲，伫本岛东海岸泰摩里社附近，有一只对阮伫马尼拉头前的舰队来的船，并无讲该只船的船名，真无奈停伫遐，因为伊所有的验查的尾条拢失去吼，就是尾条可能断去啊，怎样吼？因此无法度搁再航往海上。对此，阮一直决定要随派边队船奥斯号，一旦装好迄寡验查尾条，就要经由南方去遐要救援该船，然后就要因为上前记载伫个决议录里内底的理由，经由本岛的另外一边航往淡水甲鸡笼。又搁因为此地即个米的价数愈来愈悬，原因相信就是一部分被几啊有财力的西纳人以放重内的即个方式甲插悬起来，因此呢，阮就决定要用告示禁止米的价的收价超过7个doubles，一个 doubles 10 cent 就是要甲价数定死就对啦，袂使卖超过即个价数。
又搁因为此地传说讲伫咧片湖有人看见荷兰船，因此也遂决定明仔载起要，或者是一旦风甲天气许可，就要派一只篷船去遐查看虚实。8月初1，好天透西风。今仔日对马尼拉南对内本岛东海岸停泊的迄只船的下设商务员来到遮，阮来口述讲，迄只船是快艇Louis Parr 号，就是讲调伫咧东海岸迄只船吼。所述的要旨和昨所记载相像，也收到海军下士 John D. Blue 对卑南寄来一张批。将你来知影讲，阮派驻卑南的主管士官 John James Van Den Burch， 伫咧顶9月20号，伫遐过身咯。对呢，讲起即个卑南的即个士官 John James Van Den Burch 过身啊。昨昏有讲吼，这人生真短短吼。伫即本38年的荷兰人伫咧台湾38年，安尼记载吼，人来去吼，并且讲卑南社人最近有扑2个大南社人的头吼，岛国社人也有去剁死了即个巴塞拉社人的头。有一只篷船按照阮昨昏的决定出航前往片湖，带有一张批。如果有船来到遐要交互该船的主管，甲伊讲，如果因的船食水无超过13尺，就会当直接航来台湾吼。啊，若无，就要尽量将因的情况写批来甲阮讲。有7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63人，再去下日的号码。414担胡椒，54担鹿仔肉，39担藤，160袋胡椒，18斤陆军，150担麝，105担苏木，1担的大香木。拄则迄个木香是毋是大香木拍毋着去？一担大香木甲15袋要家己食用的米。也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有88个人，88个查甫甲6个查某人。载来货物如下：73包薰草，5担盐，2罐山水酒，23箱面膜，11000袋虾甲30支条啊。等下吼，我来看一下注脚。主角是介绍迄个 John D. Blue 即个下士吼，1648年8月以海军下士前往卑南，伊伫遐升任上士。1650年3月晋升做公司派驻卑南的驻军指挥官，就是迄个 Van Den Burch 个身应该是伊接任啦吼。1655年担任芒港碉堡的上士。8月初2。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一只高野船对打狗来遮入港，坐66个人，再有4担茶，也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30个人，再来下日的号码：100担盐，9担新仔食品，40个铁蛙，1担做画底的泥婆，甲10錠黄金。今仔日便队船20号已经完全准备好出航的事宜。该船主管也接到阮根据7月31号决议的详细指令，并且含因来试行，以便因明仔载透早出航，前往快艇 Louis Parr 号遐。8月初3下半年吼，就开始记甲较照文啊啦吼，逐工拢有记啊，有人芳啦吼，但是无像进前遐尼人。
8月初3好天透东风，暝落迄阵，OS 号趁着即个东风，透早起定，及时出港。即工伫个岸边航行一大段路程，哟，无拄好去试着。及时出港，即工伫岸边航行一大段路程，即OS 号啦，要去救另外一只船的这。今仔日有5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40人，载有下列的货物：一篮虎皮，地道看着琥珀121担鹿仔肉，11担虾啊，66担咸鱼，23担糖水，18担蚵仔，400担又搁61袋胡椒，18担酥木，88担蟹，5担藤，10担铁，3担棉花，13担木香过来，9担蜡甲60袋要家己吃用的米，8月咱一工8月4号5号，有一点乌阴又搁落雨的天气，透南风。本个月初1号，本个月初1航往偏湖迄只篷船转来遮入港，报告讲，约10工前有2只荷兰船来到遐的岛屿头前，有一只细只，一只大只因试入要入即个马经港，但是因为无风，所以搁来应该是搁挖倒转啦今仔日稽查官甲代表伫个即只检查私人的落坡，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遮入港，坐7个人，载有60支条啊，400袋做糖桶的茶棒，100片大棒甲40担茶，也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45个查甫，14个查某。甲26个囡仔，即敢若载地床卵，也有5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92个人，载去108担糖水，35担胡椒，35担酥木，34担鹿仔肉，53担咸鱼，7担虾啊，5担蚵仔，35捆藤，2担蟹，14担硫磺，2担油，甲18袋家己要食用的米。8月初6。早起有一滴仔乌阴，但是中昼就变做晴朗舒适的天气。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110个查甫甲1个查某，载来下列的货物：60担面环7包，又搁45袋空眼布，2担做画底的面婆，27錠黄金，15担盐，3篮天鹅绒，5篮丝，甲13根镀金的纸。后壁注有挂号写讲，可能是台湾俗称要拜拜用的金纸也有一只篷船航往南方，坐9个人，载有一袋盐、一罐糖水，甲25袋米。8月初7，好天透北风。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港南来遮入港，该船属伫已经过身的西拿人。金定的遗产继承人的船再来下列的货物：410担酥木，157担新仔药材，就汉药材啦50担的藤，13担胡椒，10担槟榔，10担水牛角，40担蟹，13担棉花甲10捆的棉线。棉的线啦毋是棉线对该船的船长宾官，就是何斌。我若感觉这何斌这个名应该是足菜生的代志好，宾官。该船的船长宾官就是拄则讲的迄金定的后生所以这个何斌含较早迄个何斌是无共人的款阮知影讲，今年有5只篷船就是对宾馆遐知影讲，今年有5只篷船对港南航往日本，所在货物进价是96000两银，有丝啦、胡椒啦、酥木甲树咖，
该船航行经过11天，是和 John 水地教的即个篷船同齐航离港南的8号、9号，咱一天。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8个人载去下日的货物，37担糖水，12担咸鱼，5担鹿仔肉，50担胡椒，2担辣，8罐阿拉酒，甲14袋家己要食用的米。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43个西南人，载有20锭黄金，68袋西菱，20包空眼布，100担面环，甲6篮的地米。迄个已经过身的西南人John 水地教的即个篷船也对港南来到遮，载有下日的货物200担胡椒，70担苏木，70担石，30担鱼翅，15担藤，70担水牛角，10担 vergif。后壁挂号写讲是动物啦吼，一个 question mark 吼，无确定就对啦。10担棉花，甲10担沉香。阮也对上述篷船收到2个被活掠的荷兰人写来一张批，因和一个乌人是伫迄个国家还活伫的人。阮对该批知，即个国家是对啥？江南遐哦，伫江南对江南遐。阮对该批遐知影讲，因按照阮的命令，对上述篷船收到85两的日本银。因现在又搁将会军岛即个国王出发去战场对抗东京的人，关系到要救赎因的代志。上述船长按照阮的承诺，按照阮所答应的，已经一个官员请求，愿意以300两银来甲因赎回。但是该官员回答讲，毋免为因来浪费钱吼。伫咧公司家己写批来国王请求以前，国王是袂甲因释放吼。袂甲因放转来。如果公司写批来请求将毫无疑问因就会得到投放吼，因为国王想要搁再和荷兰人和好，若无因将会和往常相像，继续踮咧遐来做奴隶。8月10号。乌阴的天气，有透北风，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遮入港，坐8个人，有200袋做糖桶的棒，30支木娘，100袋大的茶棒，50担茶甲5担咸鱼。有6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225个人，载来4担盐，25包薰草。12捆粗纸，2000袋虾，甲2担做画底的圆婆。有5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22个西南人，载去下日的货物。61担鹿仔肉，58担，这应该咸鱼啦吼，字拍毋对，拍城市迄个城吼。58担咸鱼，20担蚵仔，16担虾仔，30斤鹿骹，13担糖水，2担沙鱼油，11担苏木，11罐阿拉酒，甲21袋家己要食用的米。8月11号。炎热天气，透北风。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崩山来遮入港，坐16个西南人，载300领水鹿婆，甲1700领鹿婆。8月12、13号。风甲天气犹原像以前吼。5后无偌久，收到对淡水甲鸡笼经由陆路所送来的批。四期本国个2号。对批呢知影讲，平地船 Whitduff 号伫咧前一天去鸡笼停泊，按照遐主管的写法，该船未航款了，就是设即个佛罗摩萨吼。理由是因为云雾大蒙的天气啦吼。误将小琉球看作是偏乌的上南边，因此就往南航行。7月26号被漂流蛇过即个佛罗摩萨的
南端无法度搁设上北，只好航来归人遐吼。7月2号夜，一只巴达米亚的篷船去归人靠岸，该船是含将水德教的篷船同齐航离巴达米亚，也伫咧佛罗摩萨袂航，因为此地得欠赤欠米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担心会造成饥荒，因此今仔日第2会年决议，阮对禁运即个赤现在要通过，将以实行来严厉执行，而且决定今仔日下晡就要派代表委员去访，并且如此派去到庄卡和市镇，即个家户去登记所有现存的即个米赤并且禁止迄寡西南人除了日常使用的分量以外，不得伫咧通知阮以前就互迄寡赤米减少以便将来真正有需要的时阵，会当命令所有迄寡有剩的人会当摕出来交易。今仔日有11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273个查甫甲16个查某，载来下日的货物18000倒遐，24锭黄金，125担盐，67包薰草，29罐三衰毋知几个饭碗空的40担面环，29匹天鹅绒，10根的金线，甲16袋西菱8月14号。炎热的天气，由南透北方，约伫咧中昼看见一只船对北方海上航来，入夜进前就来港外适当的停船的所在停泊。迄是便底船 Whitdrift 号，该船利用北风，总算会当航离归人，完成对暹罗航来的旅程。8月15、16号。晴朗的天气，透南风，便底船 Whitdrift 号伫咧港外甲一寡货物落来，减少食水的深度了后，约伫咧中昼顺利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俄罗上帝。再来1770号吨的货物，大部分是石甲树木。有6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224个查甫甲6个查某，再来下日的货物30担面环，400箱面膜，2刀花香，52锭黄金，3担做画底的耳婆，300个铁袜，14罐三衰，30袋铃仔，420袋空眼布，20袋天鹅绒，30支螺甲30张螺甲55支猪头，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75个西南人，载去下日的货物41担鹿仔肉，28担咸鱼，16担的佛罗摩萨的藤，21担的糖水，3担的石，20担树木，7袋胡椒，20担巴达米亚的藤，9袋家己要食用的米。有一个快艇 Louis Parr 号的士官对陆路带边来遮甲阮讲，便底船 Ox 号甲上述快艇 Louis Parr 号所停泊伫咧龙桥湾。Louis Parr 号就是伫咧东岸遐靠山故障伫遐迄个船啊，讲是围杆无，拢无去啊。便底船 Ox 号甲上述的快艇 Louis Parr 号停伫咧龙桥湾一旦天气符合，就会航来此地。因此，阮随写一张批对陆路送去，互迄2只船的主管，命令因爱将因的情况随详细来写批甲阮讲。8月17号，好天透北风，有10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353个人，载去下日的货物。
71担鹿仔肉，77担鱼，13担虾仔，15担蚵仔，2担陆军，117担糖水，576担胡椒，143担鳝，223担酥木，11担棉花，5担辣，11担加罗。加罗毋知啥物件吼 ，Kallenbach 有附即个荷兰文吼，但是毋知啥物件。3担槟榔吼，40担鱼翅，5担木香，74担 Java 丁，37担又搁500支水牛角，44桌家己要食用的米。邀5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224个查甫甲6个查某。再来下日的号码，400箱面膜，2袋茴香，300个铁袜，30袋铃仔，14罐山水，6包空眼布，40袋天鹅绒，52锭黄金，352包薰草，甲30担明矾。迄只巴达米亚来的芳船也对归人来到遮入港，再有下日的号码：350担酥木，360担胡椒，10担水牛角，400捆丁，甲5担棉花。迄寡代表也对返转来即个城堡，因已经将兑换，就是赤坎各所在以及产年、次年所有的即个册门，拢登记完毕，全部有957袋册，316袋大麦，甲235袋小麦。永安对药港接到消息讲，今仔日午后无偌久，看见2只船对海上海岸航来。8月18号，温暖的天气，透南风。透早看见2只船伫即个港岛南边一段路程的所在，约落伫中昼就来到港外适当的停船处停泊，是便队船奥斯号甲快艇路易帕尔号。该快艇伫奥斯号的救援协助之下，顺利前来取缔俄罗上帝。又搁因为上述便队船奥斯号袂当载着按照以前为此决定所写的指令，做上述便队船航往淡水甲归人，就是无照进行指令是讲你爱北驶去淡水归人吼，爱去迄遐去装，去遐去要踮咧。要去遐以前爱装伫船顶的好物件，去淡水甲归人去交易米，因此决定讲但是实际上无嘛，佫驶转来。因此决定讲要随派队长 Thomas Peddle 尽量来收买米，并且要去处理一寡北平地区的其他代志。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就是2只芳船来自西南沿海，做55个查甫3个查某，再来下日的号码：3锭黄金，34担盐，11个铁袜，280捆粗肥，甲1包空眼布。有一只芳船来自片湖，做7个西南人，再来40担西瓜。有一只芳船来自打狗，做8个西南人，再来100担茶。也有一只高野船航往西南沿海，做7个西南人，只敢若载地床卵。8月19号。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今仔日和便队船奥斯号的主管甲队长 Thomas Peddle 示行，以便一旦天气、风甲潮流适应，因就会当出航前往淡水。快艇路易帕尔号也顺利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有一只北上的芳船对牛马社来遮入港，做6个西南人，载有720领的鹿婆。也有一只芳船来自西南沿海，坐27个人，再来3000倒遐13支条仔，甲7担盐。中尉 Hans Peter Giffords 对家夜转来到即个城堡报告讲，虽然伫遐日常有适当的天气，就会去找迄只便队船 Junker 号顶头的云，但是到今无收获，因为该船残骸顶的沙又是太侪吼，而且海水经常被南方透甲真滚甲较真厉害，就是海涌滚甲真厉害。8月20号，舒适的天气，透西风，即个港岛呢的水涌相当的大吼。
约咧伫咧中昼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南方航来，无偌久就来港外适当的所在停船。要暗嘛收到该船寄来一张批，你知影讲迄是便堆船 Hillegarsberg 号是7月14号该当便堆船古月号甲马塞兰号对巴达维亚出航，再来10万个4839号吨的货物，大部分是现款。伫咧港外的便堆船20号也起定出发一黄北来航去。有一只篷船对丹狗来遮入港，坐7个希腊人，载有10担盐。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希腊沿海，合计坐69个人。载去39担鹿肉、32担咸鱼、2担虾仔、2担蚵仔、20斤陆军、9担糖水、13担胡椒、16担蟹、9担 Java 丁甲毋知几道家己要食用的米。有一只篷船航往北边的淡水。坐33个希腊人载去下日的货物：2包空眼布、3包印花布、10包砍刀啦吼，10支砍刀，等下砍刀来查者吼，50包薰草甲10担乌糖。砍刀我知影，较早阮兜安怎干过吼。来，即个词来查一下吼，来看即个我自细汉听即个怪音即个字吼。我记得敢若较早捌伫咧书店捌看到即个词吼，干过 KOEH 可能。无用 Wildcards 看觅。好来，我用过字吼，头前囥 Wildcard 来测吼，有收4个词。第一个叫做插过，插过就是捡柴的时阵用来扑手机的刀吼，伊写镰刀吼，镰要怎读我袂晓吼，镰刀吼。其实阮嘛袂讲镰刀，叫啥？我一时仔想袂起来。等下查看觅吼，扑镰吼，插过吼。另外一种叫做第二个叫做草过，草过就是挂草的镰刀，叫做草过吼。草过光过，光过和即个刀都无关系完全无关系，就是清气溜溜，周刀完全吼，叫做光过吼。厝内真光过，头门热去真光过，食钱食甲真光过吼，洗手周刀来食钱吼，食钱食甲真光过。好，再来一个叫做挂过吼，可能是我想阮可能是较早，若毋是读走纸，就是我听走纸吼，叫做挂过。我细汉是听做赶过啦吼，可能应该是挂过吼。挂过就是挂右手机顶顶的即个过嘛吼。好，所以即个过字吼，就是刀啦吼，一种刀的即种叫法啦吼，叫做过。台语叫做过，但是华语无啥物好翻的，我嘛毋知要用啥物词来翻吼。挂过生做啥物款的？我是要安怎甲恁讲？我看图有吼，用 Google 的图测看觅啊。要叫做啥物挂过咧？我直接用大字典即个汉字来测看觅啊。过
好，教育部诶词典有鸡啊甲鸡啊这两个吼，鸡啊，鸡啊甲鸡啊吼，这个词吼，毋是即个，毋是即个，毋是即种型啦吼。好，喂，看到哈，差不多是安尼的即型吼，即型就叫做挂过吼，或者是像安尼。好，有 YouTube 的看会到，再家己看吼。就是即种型的刀啦吼，叫做挂过。啊，即种镰刀呢？镰刀阮安怎讲呢？阮叫做镰粒啊。我即马想起来吼，拄则咧奇怪一个词仔，甲甜甲拿后则讲袂出来吼。镰粒啊吼，镰粒啊，我来查看觅啊，镰找镰字啦吼，镰后壁放 wild card 吼。大理大书顶是有镰啊，镰啊就是镰刀啦吼。啊，个啥镰啊？敢若有镰啊？好，敢若镰啊尔吼。啊，阮讲镰粒啊啦，啊，迄粒啊是安怎来，我都毋知吼。我来查一下粒字，镰粒啊，应该是第8声啦吼，查看觅啊。粒色的粒，经历的历，无啥物刀的意思啦吼。啊，若是第4声呢？因为我实在是迄情变调，我无啥会晓。历出难题，互人困扰是历，无拢无好。好啦，镰是镰刀的镰啦吼，镰粒啊，挂过吼。哦，剩侪时间，剩3分钟，看觅啊。好，10支挂过吼。好，来，过来继续。当然，伊即是荷兰文，是 parent， 到底是啥物刀，咱毋知啦。我是敢若想着讲砍刀，伫台语阮是袂晓咧讲吼，我讲挂过吼，就是迄种用来扑茶啦、扑树啊，用来你扑即个树枝的吼，迄种若敢若开山刀啦，就是刀形无共。迄个算原住民咧用的迄种开山刀是。刀尖是倒，要怎讲？毋是钩吼，挂过是刀是敢若钩仔形啊，小可钩啊，毋是介钩啦。好，8月21号，早起有一粒乌阴，但是中昼了后就晴朗咯。今仔应该即篇读了就煞吼，透南风。海影真大吼，早起又搁看见一只船对南方航来，是便底船鼓的号。正如伊伫咧南边停船以后所送来的消息所讲，中昼便底船 Hillegarsberg 号领港船出港以后，趁着适当的潮流来起定要来入港，但是来到即个港道中的时阵，因为忽然间无风，离海影相当的大。无风哪会海影大？虽然甲钉放落，但是还是被塞去海堡的沙洲遐靠沙，又搁被即个悬重的水来塞往迄个沙洲相当远的所在去。无偌久以后，风又搁对南方强烈吹来，直到领港船也突钉钉落去，被塞去坐伫咧海堡后面的即个岸顶。因为海影真大，便底船 Hillegarsberg 号
课前伫遮尔凶猛的海泳中，任何船只拢袂当去救援，因此遂派2个下设商务员、几个助理甲士兵以及其他所会当派的人，含所会当载的物件去迄个海堡，要去照管迄只坐沙的船，并且要趁机会互该船来解困这个讲义道我想到讲，一只车有时无拄调练，就已经就废去这船遮大只调伫沙暗时，领港员 Hark Powers 对上述边队船上岸来即个城堡甲阮讲，迄只边队船调伫迄个被风影拍到真危险，是真危险的若毋去将船顶的物件甲落来迄只船是无机会搁再浮起来。因此，派该领港员带领所需要的人数的新仔人、水手等等，含其他人，遂搁再去遐，要伫咧沿岸海水退来的时阵，遂开始落该船顶的即个货物。也遂决定面对船5月号，因为该船是本馆所载来的货物真少，而且要入港或者是继续停伫港外，也拢会有真大危险。一旦有船会当带着通常的航海技能出港，就爱去载回该船为着本馆驻军所载来的士兵，就要命令该船直接航往Nagasaki。上述商务员这段意思讲，迄只船顶本来载要来台湾的物件就少啦，只是讲顶头有一寡士兵紧落来了后，就船直接紧驶走，莫踮遐停上述商务员 Dirk Snoik 先生上班伫咧本国个25号，就要带领边队船 Passion 号甲 Valk 号，载着东京甲台湾的货物，军岛伫后壁要前往Nagasaki。以上是8月21号。好，读到遮后礼拜再搁对8月22号开始读起咱搁诚紧一礼拜搁要结束礼拜四咱再来读即个出世线。我一直咧想讲，以后日啥日子读线，要来读啥物字其实我足想要小解各位来看一寡西方人所写的台湾历史无一定是历史啦，就是讲，譬如讲伊来台湾的游记啦，伊所写的一寡记录啦，有诶无诶啦写一寡有诶无诶，内底有一寡真趣味诶代志就是台湾所发生过诶代志绝对毋是官方历史迄种记法其实是诚趣味啦若有机会咱再来读，可能找一本较适合要来读啦若有兴趣再到底来读这是我看咱啥日子无定搁读半年才读会了OK。安尼到遮，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咯好，多谢。好，多谢。